为了协助部分家庭短期照顾的需要，劳动部预告要来推动多元陪伴算点钟的移工适用责任制，每个月工作时间上最288点钟，薪水是有4万外块。也毋过外界是批评讲，这有可能会造成移工甲本国劳工做同款的势头，刷点无同款薪水的问题。早起就有10外团体去立法院抗议。多元陪伴，人就血汗。10几个社福家劳工团体代表，离陪早起到立法院大门口头前抗议，因为劳动部应用长照欠工的问题，伫最近有高协定多元陪伴照顾示范计划，简称多元陪伴，重点移工。即个若有7工会当定出意见，离陪是上尾工。若是无甲民间团体对话，也可能造成移工抑个本职劳工共工无共薪水。移工跟本劳的那个劳动条件呢，是移工多了1.8倍，那薪资呢，本劳呢却少了1.2倍，那其实就是不是同工同酬。社会团体表示，劳动部伫最近有5个多元陪伴计划方案，只要成立满5年的财团法人或者是公益社团法人，拢会当委托中介引入外籍移工，适用劳基法第84之1条的责任制。每个月工时上最288点钟久，每工上最14点钟久，一个当连续做12工，恐吓有不少移工的疑虑。而且使用长照服务半年的人就当免评巴士量表，降低聘雇看护工的条件，也对长照公共化不利。多元免评上路后，只要连续使用6个月的长照2.0的服务，就可以去申请看护移工。其实这已经把长照政策变成6个月的短照服务了。对此，劳动部回应讲，将会配合卫福部整体长照的政策，继续收集社会意见，检讨现行看护移工申请的方式，简化程序，提升照顾的品质，强化被看护者照顾环境。另外，也积极伫咧推展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，按算伫113年里内进行开始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